各位朋友，冰箱不是保险箱，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当我们谈到肌肉健康的时候，这个道理变得非常重要。就像食物放在冰箱里，如果不适当保管会腐坏一样，我们的肌肉如果没有正确的营养支持，也会逐渐衰退。我是一位职业超过30年的医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多人都忽略的健康危机。如果你现在不认真听完这个影片，你将会错过3个最常见的错误。这些错误正在让你的肌肉快速萎缩，增加跌倒风险，甚至可能让你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。但是请不要担心，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就在台湾的传统市场里，有5种你经常看到的水果，它们具有神奇的力量，可以帮助你逆转肌少症。肌少症就像一个无声的小偷，悄悄地偷走你的肌肉，但是好消息是，它是可以预防和改善的。不要忘记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能收到我们提供的最佳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关注这个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很有用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输入数字0。让我先快速列出8个最常见的误解，看看你中了几个。第一，很多人因为害怕糖分而很少吃水果。第二，认为只有喝奶粉才能补充肌肉。第三，过度相信营养品和补充剂。第四，以为水果只是零食，对肌肉没有帮助。第五，认为年纪大了，肌肉就一定会流失。第六，觉得只有蛋白质才重要。第七，不知道抗氧化物质的重要性。第八，忽略了睡眠品质对肌肉的影响。这些误解让很多长辈错过了最自然、最有效的保肌方法。实际上，正确选择的水果不仅不会伤害你的肌肉，反而能够保护肌肉，对心血管和糖尿病控制都有好处。很多人不知道，水果中的天然化合物具有强大的抗发炎效果，这对于维持肌肉健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当我们了解正确的知识，就能够避免这些错误，让身体获得真正需要的营养。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肌少症的形成过程。我们的肌肉就像一条道路，如果缺乏适当的维护，道路就会快速损坏。在我们的身体里，慢性发炎和氧化压力就像是暗火闷烧加上生锈腐蚀的过程。当身体长期处于发炎状态时，就会产生一些破坏性的物质，这些物质会攻击我们的肌肉纤维，让肌肉逐渐萎缩。同时，氧化压力会像铁锈一样腐蚀我们的细胞结构，让肌肉失去弹性和力量。但是好消息是，大自然为我们准备了最好的解决方案。在水果中含有丰富的天然抗氧化物质和抗发炎化合物，它们就像是天然的灭火器和防锈剂，能够减少体内的暗火，防止生锈腐蚀。很多人以为年纪大了，肌肉就无法再生，但科学研究证明，即使是高龄长者，只要提供正确的营养支持，肌肉仍然具有再生和修复的能力。关键在于要给身体正确的材料和工具。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。台南的陈阿姨今年66岁，她来到我的诊所时告诉我，最近去市场买菜都觉得很累，提不动菜篮子，爬楼梯也变得很吃力。经过详细询问，我发现陈阿姨因为害怕发胖，很少吃酪梨，认为它太油腻。我告诉陈阿姨，酪梨中含有的是好的脂肪，特别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这对肌肉健康非常重要。除此之外，酪梨还含有丰富的钾、镁和叶黄素，这些营养素能够保护肌肉细胞，提高肌肉功能。我建议陈阿姨3种吃酪梨的台式方法。第一种是打成酪梨牛奶，早餐时饮用。
第二种是切片配白饭，就像吃生鱼片一样，淋一点酱油。第三种是做成台式沙拉，加入小番茄和洋葱。经过3个月的调整，陈阿姨告诉我，她的体力明显改善了，去市场买菜不再觉得累，爬楼梯也比以前轻松很多。这就是正确营养带来的改变。酪梨成为了她每天必吃的食物之一。台湾的长辈们经常在清晨时抱怨关节酸痛，这种现象其实与慢性发炎有很大的关系。酸樱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，这是一种强大的抗发炎化合物，就像天然的消炎药一样，能够扑灭发炎的火焰。花青素不仅能够减少肌肉的发炎反应，还能够保护肌肉细胞免受自由基的伤害。更重要的是，酸樱桃中还含有天然的褪黑激素，这种物质能够帮助改善睡眠品质。我建议患者在晚餐后2小时、睡前1小时喝1小杯100%纯樱桃汁，不要选择加糖的樱桃饮料，要选择天然无糖的樱桃汁。这样不仅能够获得抗发炎的效果，还能够促进深层睡眠。深层睡眠对肌肉恢复非常重要，因为在深睡期间，身体会分泌生长激素，帮助肌肉修复和再生。很多患者告诉我，开始规律饮用樱桃之后，不仅睡眠品质改善了，早晨起床时的僵硬感也明显减少了。这就是樱桃带来的双重好处。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解释石榴的功效。如果把血液比作货车，血管比作道路，那么当道路堵塞时，货车就无法把氧气和营养送到肌肉。石榴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化合物，特别是鞣花酸，这些物质能够增加一氧化氮的产生，就像是开辟道路一样，改善血液循环。当血液循环改善时，肌肉就能够获得更多的氧气和营养素，同时也能更有效地排除代谢废物，这对于维持肌肉功能和促进肌肉恢复都非常重要。我建议大家选择新鲜石榴的果粒来食用，而不是过度依赖市售的石榴汁，因为很多石榴汁添加了糖分。吃新鲜石榴果粒时，可以连同白色的薄膜一起吃，因为薄膜中也含有丰富的营养素。石榴还具有提高肌肉耐力的效果。有研究显示，规律食用石榴的人在运动时的疲劳感会减少，恢复速度也会加快。对于想要维持活动能力的长辈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天然选择。新竹的林伯伯今年72岁，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。他告诉我，以前爬楼梯到3楼就会喘得很厉害，必须在2楼休息一下才能继续。他的儿子听了我在电视上的建议，买了新鲜石榴给他试试看。刚开始林伯伯也半信半疑，但是他很配合的每天吃半颗石榴。他发现石榴的果粒酸酸甜甜，很好吃，不像药物那样难以接受。大概吃了2个星期之后，他惊讶地发现爬楼梯没有以前那么吃力了。林伯伯分享他的经验说，他喜欢把石榴果粒加到无糖优格里一起吃，这样不仅口感更好，也更容易消化。有时候他也会把石榴果粒加到燕麦粥里，当作早餐的一部分。经过3个月的持续食用，林伯伯告诉我，他现在可以一口气爬到3楼，而且不会感到特别疲累。他的体力明显改善了，连日常的活动都变得更加轻松。这个真实的故事让我们看到，简单的饮食改变就能带来显著的健康改善。很多人认为黑枣钳只对消化有帮助，但实际上它对肌肉健康也有重要作用。黑枣钳能够刺激类胰岛素生长因子 IGF-1 的产生，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蛋白质，能够促进肌肉细胞的生长和修复。IGF-1 就像是肌肉的建筑师，它会指导身体把蛋白质组装成新的肌肉纤维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体内 IGF-1 的浓度会逐渐下降，这也是肌肉流失的原因之一。
黑枣钳中的天然化合物能够帮助维持 IGF-1的水平。对于担心血糖问题的朋友，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：黑枣钳的升糖指数相对较低，而且其中的纤维能够帮助稳定血糖。此外，黑枣钳还含有丰富的硼和钾，这些矿物质对骨骼健康也很重要。我建议每天食用3到4颗黑枣钳就足够了，可以当作下午茶的点心，或者加到燕麦粥里。记住，黑枣钳是既顾肌肉又顾骨头的好食物，特别是和想要同时维护肌肉和骨骼健康的长辈们，适量食用是关键，不要贪多。苹果看起来很普通，但是苹果皮中含有一种神奇的化合物，叫做熊果酸。这种物质具有重建肌肉的强大力量。熊果酸能够激活肌肉细胞中的生长信号，同时减少肌肉萎缩蛋白 myostatin 的活性。myostatin 就像是肌肉生长的刹车器，它会限制肌肉的成长。当我们年纪渐长时 ，myostatin 的活性会增加，这就是为什么肌肉容易流失的原因。苹果皮中的熊果酸能够踩下这个刹车器，让肌肉重新获得生长的机会。除了熊果酸，苹果还含有胡皮素，这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物，只能够保护肌肉细胞免受氧化伤害。但是重点来了，这些珍贵的营养素主要集中在苹果皮上，所以一定要连皮一起吃，清洗前茎即可，不需要削皮。我建议大家选择有机苹果，如果买不到有机的，就用盐水仔细清洗苹果表面。每天1颗苹果，连皮食用，这个简单的习惯就能为你的肌肉健康加分。真的是1天1苹果，肌肉强壮，心脏健康。如果吃错时间，肌肉就无法有效吸收营养。让我为大家提供一个具体的每日饮食时间表，这样你就不会迷失方向。早餐时间上午7到8点，1颗苹果连皮吃，搭配1碗燕麦粥。苹果的熊果酸在早晨能够启动肌肉的生长信号，燕麦提供持续的能量。如果喜欢，可以把苹果切片加到燕麦粥里。午餐时间中午12到1点，正常用餐。米饭搭配鱼肉或鸡肉，加上半颗酪梨，酪梨可以切片配饭吃，或者做成沙拉。记住，优质蛋白质加上酪梨的好脂肪，是肌肉最需要的组合。下午点心，下午3到4点，3到4颗黑枣钳，可以配无糖茶或白开水。这个时间补充黑枣钳，能够维持 IGF-1的水平，为下午的活动提供支持。晚餐后，晚上8到9点，1小杯纯樱桃汁，帮助放松和准备睡眠。如果买不到樱桃汁，可以用新鲜石榴代替。这个时间表很容易执行，关键是要持之以恒。让我分享5个黄金习惯，帮助你最大化这些水果的效果。第一个习惯要特别注意，很多人喜欢一次买很多水果，然后慢慢吃，但是水果放得太久，会失去营养价值。新鲜度对于获得最大的健康效益非常重要。第二个习惯是温度控制，如果需要加热水果，比如做水果茶，温度不要超过70度C。高温会破坏珍贵的抗氧化物质。第三个习惯是搭配运动，每天进行30分钟的轻度运动，比如散步或太极，这样能够帮助身体更好地利用水果中的营养。第4个习惯是注意搭配，不要空腹，吃过多的水果，最好是在餐后或搭配一些蛋白质食物一起吃，这样能够稳定血糖，让营养吸收更均衡。第5个黄金习惯是记录和观察，建议大家用一个小笔记本记录每天吃了什么水果，以及身体的感受变化。很多患者告诉我，当他们开始记录后，更能察觉到身体的正面变化，这也增加了继续维持健康习惯的动机。
小习惯带来大改变，这是真的。让我来总结今天分享的重要内容。我们讨论了5种神奇的水果：酪梨提供好脂肪和保护肌肉的矿物质；樱桃含有抗发炎的花青素，还能改善睡眠；石榴能够改善血液循环，提高肌肉耐力；黑枣钳刺激 IGF-1生长因子，既护肌肉又护骨头；苹果皮中的熊果酸能够重启肌肉生长机制。这5种水果就像是对抗肌少症的天然盔甲，它们不仅能够帮助你维持肌肉健康，还能带来其他好处，改善睡眠品质，增强心血管功能，稳定血糖，提高日常活动能力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些都是我们在台湾市场很容易买到的食物。当你开始规律食用这些水果后，你会发现走路更稳健，不容易跌倒，上下楼梯更轻松，提重物不再困难，整个人的生活品质都会有明显的改善。我诚挚地建议你立刻开始行动，从明天开始，试着按照我提供的饮食地图执行7天，你一定会感受到身体的正面变化。同时，请把这个重要的健康知识分享给你的父母、朋友和邻居，让更多人受益。记住，预防胜于治疗，现在开始，永远不会太晚。让我们一起对抗肌少症这个无声的小偷，重建强壮健康的身体。请立即实行，并分享给你关心的人。